我睇今集嘅出席城市論壇嘅嘉賓啦，先係聯想到環境保育、地產行業呢兩樣敏感問題。其實填海呢個問題不止香港，全世界都是一樣。呢個有句説話，食得鹹魚抵得渴。如果要做維港以外填海嚟增加土地面積嘅話，引用外國為例，別人國家填咗海之後，在完善嘅海岸線附近重新興建人工珊瑚，在市區海岸線附近興建環保魚排，一來可以給予國家人民作為一個休憩觀賞地點，衍生旅遊業工種。最重要就是在沿海周邊嘅環保問題上利用周邊嘅海洋生物為都市嘅海岸線作為一個淨化嘅作用，亦都無可厚非。如果在地產行業上嘅話本人認為現在嘅香港嘅地產市道不應該停留在以石屎鋼筋興建大型或者低密度住宅來吸引外國嘅投資者買家在香港投資，或者甚至乎清洗黑錢，以地產形式交換。我為最長遠計劃就是香港嘅地產業應該有創意嘅思維，除咗可以興建低密度住宅之外，或者嚟公營房屋旅遊設施外，最重要就係製造就業機會。一間屋除咗有人住之外，最重要咩？居屋商鋪周邊環境要有人流，有花園，有休憩用地，有設施乾淨，或者俾長者與傷健人士可以共用嘅洗手間，來吸引別人到新興嘅旅遊景點、公共屋邨作為旅遊參觀消費，帶動香港內需，亦都無可厚非。所以小弟認為填海揾地嗰方面我哋應該參考或者抄襲人哋外國先進科技嘅應用方法，未必一定填海。例如租一隻船，或者興建一艘所謂叫海上人工浮島，或者利用已經退役嘅郵輪或者船隻運輸船嘅軍艦之如此類，嚟作為改裝成為一個海上嘅居住或者消費休憩嘅場所。一來可以減輕填海問題，最重要就是在填海與擴建土地之間可以尋找一個灰色地帶。若然香港未來真係需要填海嘅話可以另闢新嘅行業模式來解決擴建土地與製造就業嘅問題。多謝各位。